邊個冇死，京劇就傳咗入。青木唔死嘅話，京劇傳咗日本啦。係啊，佢 don't give a fuck about 你哋個 politics，佢只係專注個藝術，藝術就係呢樣嘢。藝術咪凌駕於政治咯。而結果個故事就係話俾你知，當政治凌駕藝術嘅時候，個後果係乜？有錢嘅呢個世界咩買唔到啊？佢幾有錢都買唔到。修養、時間、寸金難買寸光陰。藝術可以流傳，如果一個人係有錢嘅，佢可以令到佢即係唔好話做人，唔係好心去幫人。其實有時立亂介入人哋嘅命數咧，其實就好大鑊嘅。你干涉緊人哋嘅因果。《霸王別姬》套戲啦，好多嘢講緊係時代，係時代係一個主題。但第二樣嘢係咩？時代緊扣嘅一樣嘢就係階級。咁係喎，咁應該真係喎。你試下，我哋試下打學生啊！真係你打係咪先？一邊嘅咁你死啦！但係係咯。係啊，但係就係因為佢正值嗰個新社會開始存在、開始成立嘅一個年代，所以佢放棄咗佢嘅本業。佢臨走嘅時候，和寶先有兵，佢點解俾人批鬥啫？有槍有錢係嘛？你唱得幾好都係。So what？藝術係一個修養。嗱，我唔係太好修養，所以我要讀多啲藝術啊！我係一個粗人嚟嘅啫。文化我都唔多嘅。係啦，我哋啲粗老粗更加要去讀多啲藝術啊！即係嗰啲讀得太多嗰啲，唔好搞咁多嘢啦，蝕錢嘅嗰啲啊。但係不過公平啲講，你起碼你應該慶幸咧，香港多啲嗰啲咁嘅蝕錢講藝術嘅人。係啦，我呢個又要，如果有一班好有錢、好有權力嘅人，佢哋唔中意藝術，佢哋會中意咩啊？玩財技、玩權術、炒地、抬高價、欺壓人民。咁啊，而家香港咁你哋上集我哋講啦，風林火山加埋 K11，有兩個咁中意藝術、有錢有地位嘅人去搞，你哋竟然去笑佢，仲要踩佢台，佢哋唔搞你哋就大鑊啦。心理唔平衡啦。你哋大鑊啦，佢走嚟恰翻你，恰死你啲。即係你寧願就係嗰個二世祖咧學炒地，仲炒得狼過佢老豆，跟住之後令到你冇樓住啊？定係佢走去拍一套戲，即係我當垃圾啦，當佢垃圾都好，起碼好多人有工開。言有盡，意無窮，唱完談。